天涯此自你，随自来秋散，我在不散心。
去，带我进去与他交谈。我的赵丽玉，听起。门外何人？四目，你是哪个？潘别者。天生一般，你来做甚？气色美妙，我是寻声而来。为缺了先生你耳朵，潘先生，请坐。方才听仙姑的琴声，分明是在思念，不知仙姑思念何成啊？这胸中溃来，我不也痛为快。苗长不行，身逢乱世，与家人离散。我是在思念家人了。关先生来路去吗？仙姑，三年还长追子苦，有心自痛，生年死，后生之路，所生苦，情人自相依。几经山水流露，怕与愿发这个愚人的书生，莫非也才是太高的？刚才听仙姑弹曲，此曲名为《光环玉》，正是册家人所弹之曲。可惜呀，长啸孤乐，难有盼情。潘相公言从了，蔡家人死到节目。仙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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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家人没在朝鲜进军，相我了解，我心得很啊。当真生地生，传宗父亲，看君生归我在，相交问意，翡翠青红浮云三心头，似与似。
不要忘记老爷我心话哦。嘿嘿嘿嘿，这个小老母是个鸭子的房，是娃我亲戚哦。这是我家老爷来自游玩的。老人家，原来是相克来了。你是何人？白云关关主快不人之相有礼了。老人家，我等来自金山远看，举恩白云关名声，得来作邀，请。好的左右两的，乖乖的，徒儿们借来借礼。哦，万里万里。老爷，你看，为妻说啊，这倒是新鲜的事儿。诵经之语，琴棋书啊，乃是寻常之事。我们老爷围棋下得好，关内可有围棋高手，出来一道下下围棋。哦，这景色美妙的，哦，他可是我们关内的围棋高手啊！不妨一人一棋。好，好，妙茶，妙茶，惊鸿乍眼，神清气关内苍天心，安装苏公好姑娘，把几分忧伤平添。四处采访，到古城庙上有礼。万里万里。妙茶，你留在此里备茶，我就设备了。实在听仙姑的琴声，真是妙不可言，佩服佩服。话讲呢，不知仙姑何方神士？想到那徽州人士，徽州一带文风颇盛啊！关门先生来礼。李王人士常与岳母大心交好。我们老爷姓王，围棋下得好，可否遇到下下围棋？原来是王相公想到奉陪。先生，你是这把还是这行？仙姑这行先礼，恭敬不是聪明。宽英的策权，蛮有气度，不知何人所教？琴棋书画乃是家从。你这是明修栈道，弯度正操。仙姑不算聪慧，但不知你是何应对。这也何难？妙他虽强，
想你到谁不知最怕你，小队妹儿团灵心，一团灵心。请讲。清静当中不眷恋情与酸，引来长相历经年，笑神仙。风随云忙，水是关，有言烟花别草满连天，莫言西姑姑总是个聪明的才女，不过你千万不要不为有生的好意。王林一世成一老，放心比天高，后来率性真情，不为兄弟万众长。快先生做事相亲，好不斯文，想不到竟生出如此话语啊！先生，还天色已晚，你们还是早些下山。小爷，天色已晚，这是盘山上为我夜郎看梦，我们还是在这里吧。好好好。要不你要好好安等。哎，开个房间。你可知我们老爷的身份啊？看房要安排好一些。哎，谁与而关嘛？哎，怎么是间门房？哎，你。老爷，这里只有一
姐，你这什么颠倒？你是当犯了臭大子，得了相思病。娘啊，快走呀！相公，相公，这苗子刚才老太太的追过来了。苗子，相公。
了子，这了子嘛，想不到我放你到我家中，这事我要切磋。变成好同心爱，去行结婚，去行结。不然寂寞，结腿相思，联心灭党。不可切磋。哎呀，苗长啊，这是什么样法啊？姑姑不要忘了，我这匹马即刻去好。哈，这是什么样法啊？怎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啊？师傅，放下我，万岁谢谢，我们万事再嘛。哎呀，对，苗大说的对，赞啦！哎呀，好，姑姑啊，好，谢谢啊，姑姑这样啊，姑姑万岁！哎呀，好，谢谢，姑姑万岁，谢谢啊，姑姑万岁，好。相公
真是累得不去。他谁这里？孙儿，你陪我辛苦也多少年，美得很呐。两全娘娘身上，化作相思泪痕。不错，黄昏托辞转过去，欢乐死意才是。欢乐，莫非就是我？冷死你，最生也好难解，也好难解，也好。
相心意相连，红墙不与走。万相公，规矩不可离。规矩不可逆。还需担当爷爷。
一副面孔，莫非是陈国外仙不成？咦，姑姑，分明是你耙儿当家，哪耙儿当家？耙儿当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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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耙儿当家！哎呀，也说的，是什么了他当家？我家只有你一个单苗苗，可叹我的父母早亡故，才儿从小是我照料，一天为你出奔波，老天为你供养。自从为父出家后，天天为你打香烧，只奉你是份子好才能到。我怕是浑身上的就要担动你做事，为你去世谋杀。一旦登上龙儿榜，祖宗配起阳光方，唐青写到外太空空，看来就不可能听书了，叫我关公呀！要我逃出的本没想到，想这样三心两意的着急，告诉哪来活得好？
起，此番高流灵官，足以亲报一礼。呀，快走吧。哎，谁呀？你这都在说话呢？我这与你说话呀？哈哈，是我呀！你觉得我还不知道？这，这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你呀，这是忽悠你的头了，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你三清天尊，惨了！你对三清天尊是前人，他这天难告状。儿啊，快走吧！快走！朝廷查禁，遇到派云官。门房呢？门房在哪里？你不要张龙活呀！啊，今天我是奉命监察。哦，不知上蔡光临有甚原因？朝廷有令，中度调命，问责安官司员为非作歹。潘云官有没有恶生杀你？哎呀，启禀上蔡，把一官司官人也与那些文职的官官不同啊。我来说说呢，那陈庙长是你何人啊？他是我的爱人啊！我是上蔡为我特意要问此人。他害得我家老爷屠在一张门板上，谁了一夜？这样的事啊！哎呀，上蔡息怒，用老身好好的教训他。他冒犯了金陵府啊！哎呦，谁姑啊，谁姑！哎呦，谁姑啊，谁姑啊！
情上，哦，人少你。哎，你不但得罪了官府里的人，我还赔了潘云国的名声。哎，受处置。恳请师傅放我还手去吧。呀，你不许动！耶，都是不见，他怎么？真的是。师傅，我奉来可是你潘家的根苗呀！真的是我那个侄儿说的耶！哎呦，有个真苗子，师傅，这孩子倘若生在这里，请不要坏了潘云国的名声。师傅，求求你放我还手去吧。这几次高高举起轻轻放，他所做是花家小孩。我说天大的事儿与我承担。快来，这好放你。哦哟，我按手去了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不要动，不要动来动去，当心你口中有那小苗长啊，陈苗长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不是那位小姐的哎小什么王相公？他乃是金陵之父张玉福。那位小姐的相客，虽是机灵之
爷，上次他让我们谁门班，今早正好报他一箭之仇，升堂吧。快把张苗草先带到这里来，哎呀，快去呀！哦，张苗长，进来。李万生的我，张大人，上次白云观一直叫中给快地府释放，哎呀，算尽了，不知这不会罪吗？一心进来吧。郑表长，你的胆子不小啊！大圣不敬，小人无恙。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你的天才不与分色，把我想反复也要回来了。一个大哥，在国内私自作为，本府怎能不管？张大人，你听我说，你老爷子，朝廷正在争斗手要我听到兵工耳朵的，你该让我退，你先下去啊！不要，老爷今早出毛病了，孙三生不再听到带进客厅。陈刘聪，你啊，不是，我的不是，还是你的不是。哎呀，你反要结了啊！好吧，是我的意思。我是不吃亏。他叫潘必正。龙华有意，岁月岁，流水无情，莲落花容。我啊，失落得很呐。张大人，你这么说话，衰微累的。哎，张大人，你是个大度之人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你可以帮我了。我怎么帮啊？今天潘会主已经与我完手了，你高抬贵手，我就过去了嘛。帮你完手，岂不是将你公孙上及他人？这倒奇怪了，放我完手与张大人有何关系呀？难道你要把我收留在这金陵府吗？对，哎呀，我说在你腹中生下孩子，张大人种着文书是亏，将来你还受得起吗？那放你出去，帮婆家生下孩子，你再回到金陵府。此次上来，我可以先还手，上任而去，一人而归。先到出去再说。张大人设定了。设定了，老爷，老爷，朝廷可靠发报，破灭者金榜题名，终了长远。为了他走了，哎呀，这就好了。这就早了，老爷，破灭者来了。说闻金陵府为温群真深沉之力勇敢，真是深深有意。哪里？是王觉当报国恩，真比得常有功。
乃朝廷东阳之才哟。惭愧，此番不服，一来拜祭，二来请求他人成全万圣于庙场的婚事。此事万圣愿意当夜奉落，乘着金陵府苦力，依据庙场万寿之身。此事万幸你我之间好好商议商议。陈庙朝万寿，我不阻拦，这就好了。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常员公未必不知朝廷的规矩吧？什么规矩？常员公，朝廷越发严啊，常为应记最重要。才与诸天太公子，从一天法外，绝不差。曾让茶子岂不是松长人去把红来唱？小小徒儿比赛呀，把你们夫妻之路足坏了。真是有点麻烦了。我怎么未曾想到此事？老爷，白云关关主来了，有请。姑姑，知府大人在这白云关关中宽发人之相，有礼免礼，请请。大人，庙上万寿之事，关主有所不知，皇帝正立正婚配，就叫张庙长生来有余。此事上被朝廷知晓，常远当不成了吧？怀老，我府内的孩子，你要不要呀？这是婆家的个庙，怎能不要？那对上这里无上毛呢？这是婆家几时修来的一年的庙的啊！怀老，你是呀，我你我要长呀，怀老。我是不从他，书生梦想堂园啊，女儿的香，要唱起是黑呀。三全其美，
他万寿之后，将我得过山水空空，这西从何来呀？想当初，我为你弹着扬琴，起舞照唱，双山分平，诗词记起。你在之后，我总是仰望凝望，落过眼泪。可是你戴上这顶乌纱帽，是容易把父亲之牵呐。看到你这副犹豫不决的样子，我好受伤。实际我好后悔呀。喏，外去外在这腹中的东西，外在师傅知道事情，这官家的更苗啊，我也不要了。有招！情
换一个不一糟蹋，不一糟蹋。落水弯哟，弯曲江嘞，弯嘞哟。我在书上一声，妈妈，你快快我在用我讲啊！你那是你是不把情进去，总编句子，我不也画掉，还不会愿意那成了他，不想要同曾去。情
啊